晚安，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今天我想向您介绍人民计划。您即将被介绍给这个星球上最具革命性的众筹项目。这不是一家有 CEO 的公司，没有某种高层的所有者能够获得所有的利益，而其他所有人都祈祷着从高层幸运的少数人那里抓到一些剩饭剩菜。这是由人民为人民办的。这个概念来自一个类似的线下私人邀请概念的创建者，就像这样，并且已经运行了超过15年，并且今天仍然成功运行。人民项目有一个简单的目标，那就是每个人都赢。它是这样工作的，我们有一个14版 2x2 矩阵常数循环仪，从$25的一次性入场费开始，这个项目在决赛版上一路上涨到$60万。您将为入门做出的最大贡献是$28，其中$3是管理员，$25用于第一版。$3的管理员将是管理员唯一会问你的事情。那$28可以帮助您为项目提供$300万的资金。它是100%自动支付和自动重新输入以及升级。借助几乎即时的币安智能链技术，您无需批准捐赠或等待捐赠。智能链合约不能被操纵或篡改。这是众筹的未来。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设置您的 MetaMask 钱包，使用邀请人的链接注册，并支付一次$28的 BUSD 币安美元稳定币。所有捐款都会立即自动支付到您的钱包中，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。你不能在任何更高的水平上买进，你必须毕业到更高的水平，这样可以防止任何人感到被冷落，或者因为某个财大气粗的人在你上面买了钱而赔了钱。智能合约不允许这样做。底线是，没有人会因为一次性$28的贡献而受到伤害，同时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，并有可能从最终董事会的一个周期中产生$180万。此外，您可以在去那里的路上一遍又一遍的骑车，发薪日为$150、$1000、3万甚至更多。除了最初的$28自付费用之外，您无需再花1分钱。如果这是给你的，这是给我的，这是给我们的，这是给我们人类的一份礼物，这是人民的项目。为了让它发挥作用并真正造福全球数百万人，只需要做几件事来确保长期成功。就像过去15年成功运行的线下私人众筹一样。第一，每个人至少要带2人。注册后，您将被放置在储罐中。在您推荐您的2的那一刻，您将自动被放置在第一个版上。您赞助的每个人都会一遍又一遍地跟随您通过所有14个董事会。您赞助的越多，关注您的人就越多，这将加快您通过每个董事会的毕业速度，并加快循环速度，从而使您在每个循环中更快地获得资金。2这严格来说是一项私人的，仅限个人邀请的众筹活动，不允许在任何社交媒体上投放广告或分享广告，而且绝对不需要。请祝福你关心和爱的人。3我们建议每人一个职位，我们不允许多个职位持有人，这会导致电路板停滞，并且无论如何都不会使您受益。请记住，每个位置都必须带入2才能进入您的第一个版，等等。智能合约和软件会验证您是否带入了2，并自动将您置于1号船上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掌握的魔法。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。People's Project 将这个经过时间考验、经过验证的概念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水平。但是，要实现这一点，并让您达到这些收入水平，您必须引入2个人，他们也看到您所看到的，并希望自己和他人的生活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们是一个希望丰富全世界数百万人生活的社区。
当我们将重点转移到互相提升上时，我们都会赢。点击链接立即开始，我们将逐步指导您完成。您所需要的只是一部智能手机或电脑，并且渴望向至少2个人展示一条经过时间考验、经过验证的通往真正财务自由的道路。请回复与您分享此内容的人，并感谢他们。你的生活即将改变，你所祝福的人的生活即将改变。这个项目非常强大。欢迎来到人民计划顶楼见。